继续来关心海军左营第二港口的扩建工程，按算伫咧第二港口的外海做一条1500公尺长的布环。不过因为这地点正晚近蚵仔寮渔港，恐惊影响渔民讨海，而且渔民嘛不满海军爱协调的代志拢无落实，所以就引起抗议。加一个填海造陆的外岛泊区，外岛泊区要囤26830几万方的土。 预计这些会囤到这边来，那预计会流失320几万方的那个泥土。你想，这个整个海洋资源，我们能够去寄望以后还有鱼捞吗？因为海军的左营基地目前干那一个出入口较够互人封锁，所以规划要做第二港口的扩建工程。不过渔民认为施工会影响到海洋生态，这施工期间造成的损失应该嘛爱补偿。若是海军拢唔落实伫咧会议协商的结论，无提供补偿，也是无确保海洋资源袂受损，因得搁再来抗议。那海军的保守指挥部嘛回应讲，因是真积极咧沟通，嘛会请专家学者搁研究，希望会当兼顾施工，抑搁有渔民的权益。